大家好。我唔同 Ivy 咧嚇，Ivy 就係第一時間就諗住係報名參加呢個活動，但係我係冇諗過嘅。咁我第一次收嘅時候我冇諗過，但係再過咗幾日啦嚇，我去幫手剪頭髮嗰個社區中心嘅社工蔡穎彤姑娘咧，佢 WhatsApp 俾我，佢話 Pamela 呢個 project 係啱你嘅，咁我就再細心去睇，咦？真係喎，好啱我喎嚇！我免費有人同我出本電子書喎嚇。咁當我決定咗係報名參加嘅時候咧，就有一兩位義工係同我傾個偈啊嚇 WhatsApp 啊嚇。咁我就知道咧我嘅 deadline 咧就係8月20號。咁其實喺8月20號之前咧，我就要喺我嘅 Facebook 嗰度咧就係撈翻我平時係寫嘅文章出嚟嘅。咁然後就再執整下啦嚇，因為我當日寫嘅時候咧就係遊戲文章，我根本都冇諗佢出書噶嘛。雖然有朋友同我講過，喂 Pamela 你其實可以出書喎，但係出本實體書啊，喂你都嫌佢阻訂啦嚇。但係如果係出電子書咧，我覺得係真係好有意義嘅。咁個腦咧就記住8月20號，我一定要交晒我所有嘅文章。好啦，喺6月、7月、8月嘅時候咧，咁自在社咧已經係一本又一本嘅書出籠咯喎嚇，有Vincent 嚇，有好多其他嘅，哇！原來咧就係佢哋都係博士喎，哇！又有心靈導師喎，有教授喎，咁我係邊個咧？我係老少女一個嚇，咁我呢個老少女咧就已經係年屆70幾啦嚇，今年係72歲。咁樣咧就係自己可以孭住個背囊咧，喺10幾年嚟咧都係自己一個獨自上路嚇。咁我嗰本書咧就叫係獨行路上，就係執整咗我點樣去穿州過省嚇，點樣係窮遊下去瞓床位啊嚇，去發掘一啲係有趣嘅小故事。咁我初我都諗住退縮㗎嚇，因為我唔想即係拼埋嗰啲咁樣嘅博士導師嗰度。咁我咧就係想揾阿 Natalie 出嚟，因為 Natalie Chan 嘅鼓勵我嚇，佢同我係來來往往咧係好多個 WhatsApp 咧，我好多謝 Natalie， 我真係30秒啊 OK， 我多謝佢影張相，我就完啦，多謝。好，多謝 Pamela， 好犀利啊！呢個美少女啊，你真係好可愛啊！72歲，孭住個背包，周圍去闖蕩江湖。呢個係有過度活躍症嘅老少女，好正啊！善用過度活躍症啊，好嘢嚟㗎。所以我要放低晒我所有嘅嘢，就係去做咗呢本電子書。係希望我最後要多謝一個人，阿劉瑞雄先生有冇嚟到？佢寫咗一篇係令我好鼓勵嘅回應。劉瑞雄唔緊要。OK， 唔緊，我多謝佢。好，佢都係其中一個作者。好多謝 Pamela， 真係你嘅生命係好精彩活現出嚟，得唔得？年齡只係一個數字嚟嘅啫，能夠創造屬於自己嘅精彩幸福人生。俾掌聲 Pamela， 多謝你，恭喜你。